此后2023年1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迈向新可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创世纪11章27节到12章第20节。塔拉70岁生阿必兰、拿霍、哈兰。下面是塔拉的后代。塔拉生阿必兰、拿霍、哈兰。哈兰生罗德。哈兰伫伊的老爸塔拉要活地的时，死伫故乡巴比伦的5年城。阿必兰甲拿霍拢有娶某。阿必兰的某叫做撒莱，拿霍的某叫做密加，是哈兰的查某囝。哈兰是加密的老爸，嘛是叶加的老爸。撒莱未生育，无生囝。塔拉带伊的囝阿必兰甲孙罗德，就是哈兰的囝，以及伊的新妇撒莱，就是阿必兰的某，做伙离开巴比伦的5年城，要去迦南地。因到哈兰就住伫遐。塔拉活205岁，死伫哈兰。上主对阿必兰讲：“你着离开本地、本族、恁老爸的家，去我要指示你的地。我要予你成做大国，要祝福你，要予你的名受敬重，你嘛要予人得到福气。祝福你的，我要祝福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伊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”阿必兰照上主的吩咐就出去，罗德嘛甲伊去。阿必兰离开哈兰的时75岁。阿必兰带伊的某撒莱甲伊的侄仔罗德出发，搁带因伫哈兰所积聚的财物，得到的仆人女婢，要去迦南地。因来到迦南地。阿必兰继续行，来到示剑的摩利上丘遐。迄时迦南人住伫迄个地。上主对阿必兰显现讲：“我要将即个地赏赐你的后代。”伊就伫遐为着对伊显现的上主去一道祭坛。伊搁对遐刷到必得利东边的山区大埔边，伫遐为着上主起一道坛，求叫上主的名。迄个所在西边是必得利，东边是哀。阿必兰渐渐刷去南边的尼吉夫，迄个地饥荒真严重。阿必兰落去埃及，寄居伫遐。伫要到埃及的时，阿必兰对伊的某撒莱讲：“我知你是生做真水的妇人人。埃及人若看到你，会讲这个是伊的某，因会甲我抬死，互你活地。拜托你，讲你是我的小妹。”互我通因为安尼平安无事，免互人杀死。阿必兰到埃及的时，埃及人看到迄个妇人人有够水。法老的人神看到伊，就伫法老的面前舀落伊的水。迄个妇人人就互人带入去法老的王宫。法老因为即个妇人人好款待阿必兰，阿必兰就得到牛、羊、公的驴、母的驴、骆驼，以及仆人甲女婢。上主因为阿必兰的某撒莱的缘故，降大灾厄伫法老甲伊的全家。
法老就叫阿必兰来讲：你若对我做即款代志，无甲我讲伊是你的某，是安怎？你讲伊是你的小妹，煞害我甲伊带来做某，等你的某伫遮带转去。法老就命令部下送阿必兰伊的某甲伊一切所有的离开。卖恩新可能，今日读的圣婴节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出场，就是阿必拉罕。阿必拉罕拄出场的时，还叫做阿必兰，已经甲撒莱结婚，还住伫巴比伦的5年。后来，因老爸塔拉带着阿必兰夫妇和孙仔罗得离开5年城的家乡，要去迦南地。就算伫今仔日，人会离开原本惯势的所在，也必然有原因。检采是必须离家求学，也是出社会，因为工作也是结婚的关系，不得不离开家己原本住惯势的居所。总是搬迁这件代志，就算伫现今交通方便、物流通畅的环境，犹原毋是一件容易的代志。更何况是伫古远的旧约时代，交通工具和道路拢非常不便，搬迁搁较是学得想象艰辛艰难的代志。若是塔拉却带着囝阿必兰和新妇撒莱，以及失去爸母的孙仔罗得，毅然离开5年，要前往迦南，然后伫哈兰定居。经文中并无特定点出塔拉离开5年的原因，却陈述塔拉处女的状况。囝阿必兰虽然有结婚，毋过伊的某撒莱却袂当生育，无囡仔。塔拉另外一个囝哈兰比家己较早死，只剩一个孙仔罗得。身为老爸和阿公的塔拉，检采为着要避免子孙受到轻视，搁要为着因找一个新的可能，所以带一家人起身离开。这个行动互上帝看到，伊顾念塔拉的心志，佮竞选阿必拉罕，借着一个人的顺服，诚做万民蒙福之道，继续引带阿必兰离开巴比伦，往迦南地的方向进前。阿必兰75岁时，展开一个新的旅程，伊离开哈兰，就是老爸选择停留的地方。因为上主指引阿必兰一个新的方向，佮甲伊立约，要互伊的子孙成做大国，要赐福互伊，佮要互人因为伊来得到福气。阿必兰并无清楚头前的路会安怎，总是当伊决定听叹上主的话，收拾所有的，搁再启程，踏出新的一步，互伊甲上主的关系有变化。上主诚做阿必兰唯一信仰的对象，伊搁去做一座祭坛敬拜上主。阿必兰第一遍离开是跟对老爸的脚步，第二遍离开是回应上主的呼召。上主爱阿必兰离开故乡、亲族和老爸家，也代表阿必兰需要牺牲、舍己、奉献来成就上主的旨意。离开故乡甲亲族，代表离开舒适圈和世界认同的价值观，就亲像耶稣讲的：若无放下一切，
就不配做伊的门徒。离开正做信心的行动，是一个新任务的开始，互人迎往所有新的可能。默想，当上主呼召我的时阵，我会做出回应无？或者是我要安逸带踮伫家己的舒适圈，毋愿意改变，也毋愿意承担责任，踏出信心的一步，互我会通跟对阿必然的脚步，做伙行往新的可能。当上主呼召我的时阵，我会做出回应无？或者是我犹豫安逸带踮伫家己的舒适圈，毋愿意改变，也毋愿意承担责任，踏出信心的一步，互我会通跟对阿必然的脚步，做伙行往新的可能。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愿你引带我向前行。互我明白，伫需要离开的时阵，通毫无畏惧向前行，因为我知影，无论我行往倒位，你要甲我同行。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